我哋一講到中東國家咧，大家都知道中東國家嘅資金同埋同資源咧係都比較豐富嘅。而卡塔爾咧同埋科威特咧係屬於海合會啊個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海合會6國其中嘅2國嚟嘅。咁而海合會6國咧都係屬於高收入嘅國家嚟嘅喎。呢啲國家呢個總人口咧係超過5000萬，人口結構已經好年輕嘅喎，15到64歲咧個人口係佔74%，高過世界水平。世界水平咧平均係講緊65%。咁點解我要講呢啲數據或者分享呢啲方面呢？就係睇到資金同埋人口咧係好重要嘅，即係意味住有好強大嘅消費力去推動經濟發展咧係好重要。所以咧，中東國家成為內地同埋香港企業咧係開拓國際市場一啲嘅重要區域。我哋香港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係憑住一帶一路倡議係創造咗我哋有聯通嘅優勢啦。我哋同中東國家嘅聯繫咧，亦都係繼續持續深化。其實咧，呢啲中東國家咧，佢哋好早咧已經留意到咧全球嗰個國際能源市場喺度轉型啦，所以佢哋積極咧都去推動經濟多元化嘅發展嘅。卡塔爾同埋科威特作為區內好積極，佢哋推進緊經濟多元化嘅國家咧，係帶嚟咗有好多商機。譬如卡塔爾咧喺2008年咧，佢就已經係推出咗佢哋嗰個2030年嘅國家願景嘅。佢就係專注咧係去做一啲國際投資啦，做航空啊、教育啊呢啲嘅新興行業。亦都睇到咧阿聯酋咧，亦都係好早咧就已經出擊㗎啦嚇！你會睇到阿聯酋好早已經喺多元化發展嗰度咧，係譬如喺貿易啊、金融啊同埋科技領域咧，佢哋係已經係比較成熟嘅，即係喺嗰個建立嗰個多元化嘅經濟體。科威特亦都有個2035年嘅國家願景喎，就係咧佢係希望大力推動咧私營經濟啦，同埋打造區域性嘅金融同埋商貿中心發展呢一方面。咁其實我係想俾大家知道咧，你話乜嘢行業會更加吸引呢？我諗我哋應該都用因地制宜嚟睇下。我哋睇下每一個國家地方佢自己嗰個投資發展政策佢哋嘅願景我哋點樣去配合？即係我哋去制定我哋嗰個市場策略咧，都應該要去配合佢哋每個地方佢哋嘅規則佢哋嗰個發展策略咁就會做得更加事半功倍，嗰個投資更加有效益。